我係一個美容院老闆，但係曾經我連鏡都唔敢照。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入咗 Big 4做會計，仲考埋會計師牌。一直身邊嘅人都話做會計師先至夠穩定，但係其實我讀書嘅時候已經知道呢條路唔啱我。當時壓力大到生晒濕疹、耳仔潰爛，夜晚連發夢都係有 email 未 send 出。我用咗7年時間去完成人哋對我嘅期望，去到27歲，我先至過自己嘅人生。5年前我開始咗 Fia， 因為我相信工作唔係淨係為咗揾錢養興趣，而係可以將自己嘅興趣變成事業。公司啱啱創業嗰陣得20尺左右，啱啱好放到張床。Fia 其實係西班牙文被看見嘅意思，我希望每個客嚟到都可以真正嘅放鬆，被諒解，亦都唔需要去面對黑 sale。其實香港好多美容院咧都會令到人好有壓力，我真正想建立嘅地方係可以令到客人去安心，唔需要驚被 sale。而當好多客人開始帶自己嘅媽咪、老公或者朋友嚟嘅時候，我就知道我建立咗一個代表到我價值觀嘅地方。5年之後我有自己嘅團隊，但其實我最想建立嘅唔係一間美容院，而係喺香港鬧市入面嘅避風港。如果你都相信美容可以係一件令人放鬆嘅事，又或者你都想見到呢個行業可以有啲唔同，可以 follow Fia， 支持我哋慢慢去改變。